我们再来看一篇记叙文的写作范例，题目是爱情好了解客家粽。我们一样先从题目本身来分析，先找题目的名词和量词，记得吗？这些就是题目的范围和限制，决定我们能不能写到题干核心重点的是题目里的动词和形容词。所以根据这个题目里面的名词有爱、客家粽，所以我们先确定写作范围，而这个题目的限制是要求写亲好，也就是最爱的，所以有隐藏的量词在里面，我们只能写一个哦。再来，题目的重点只有一个动词，就是了，所以大家要能够写出这个客家庄到底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，你自己本身曾经去过哪边，然后是怎么玩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最值得推荐游玩的方式，在文章中具体的介绍。接着必须快速的做全文的构思立意，像这篇是偏重记叙文的文体，建议一样可以采用四段论述，总、分、总的结构来下手。你可以这么规划：第一段选定一个客家庄的背景介绍；第二段在这个客家庄的所见所闻，好看的、好逛的；第三段进一步体验这个客家庄的风土人情，好玩的、好吃的；第四段总结特色，回扣主题，这是我最喜欢去玩的客家庄。我们来看以下范文示例。根据刚刚的构思，第一段选定一个客家庄的背景介绍，我们就直接点题：夯上夯下，懂咪农散下。我们要写的就是美浓这个客庄。那为什么是美浓呢？因为爱去过两家比南部6对改客家庄3摆，我去过3次。大白都本爱留下美好嘅回忆，而且每次都让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第一段达到点题，并且简单介绍为什么选美浓。接下来按照构思决定的有2段，我们可以写客庄的所见所闻，也就是这个客庄的特色，还有值得介绍的景点等等。第二段，在这个客家庄的所见所闻，好看的、好逛的，就相當美濃，你就會相當有趣咋。所以文章可以這麼寫：去到美濃行業民俗文化村，規間兒都係趣咋，大記、小記都有，當個唔係話步步高興嘅做兒。冇就是八塊富貴嘅苗蛋，這是介紹美濃的特色油紙傘。接下來還有什麼好玩的？愛地現場加 DIY 芭蕾日記溝通化嘅主張，帶轉來做經驗，所以還帶了自己做的紀念品回家，再加上客語中油紙傘本身的諧音，冉冉改之炸兒，代表冉冉慢慢，柚子，代表豆子豆順，这些都让去游玩的人印象深刻，真嘅很有意思呢。第三段内容进一步体验这个客家庄的风土人情，好玩的、好吃的，在美浓还有穿客家早期服装拍照的体验活动。
所以我们文章可以这么写：理发梳下界攬3點，愛作起日新傳統界太輕衫，常常一架潮氣作等攬衫，第天讀10天受潮，冇潮氣地好把孫，西山覆蓋客家服務。去玩絕對不能錯過當地的美食，所以讀食要類，來日本照板條，抄水練，特別解梅西，歡迎食類和為青木油。這一段在樸實的介紹中，也用了客語的句型，潮氣、冇潮氣，還有客語的特徵詞，10天受潮、青木。這樣的描述就非常有客家嘅味道。最後一段提醒大家，總結之後一定要記得回扣主題。所以我們先總結美濃的特色有：染料水天、網貼谷、攬衫紙紮、釀成節、香地美濃狀態、欣賞醬嘅天然經濟、老人文風情。而回扣主題就是必須再強調一次，美濃係愛親好了解客家種。希望大家能不要害怕寫作，利用今天老師教的寫作步驟，一步一步完成長篇的客語作文。客家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客家。以下就可以使用筆來記錄和理解生活。